等来关心国内地方消息，云林口湖下仑村瓦近台61线较压贴的道路是去防偷盗废弃物。这公所接到通报了后，就调监视器报警察抓人。目前是已经抓到一个偷盗的人，环保局上当要甲罚清6，若3天内无摒掉，佫会加重处罚。沿着排水沟，会当看到一堆的废弃物，包括一般粪扫歹去的家具等等，拢被人偷盗在云林口湖下仑村临近61线的偏僻道路边。民众发现后，赶紧通报口湖乡公所追查行为人。在今年6月已经有县府补助，已经完成增加22个点主要的出入路口增设这监视系统希望用这个方式会当遏制一寡不肖业者啦。口湖乡长李培良表示，这个所在过去侪届被人乱倒粪扫，甚至佫直接烧粪扫，所以后续向县府争取经费来设置监视器防范。不想到嘛是佫有人以身试法，后续调监视器为名报警，并通报环保局已经抓到一名行为人。行为人弃置这个，他表示是自家产出的生活垃圾，然后来这里丢掉。那是在昨天的时候丢弃。那警方这边通报我们，那我们已经有去做稽查记录，有做开罚，针对行为做开罚。环保局就讲，已经将行为人以废清罚开罚1200块到6000块的罚款，并要求行为人3家人爱清除相关的粪扫，若无在期限内完成清除，会依规定按日连续开罚。后续佫会持续追查其他废弃物的来源，即将用为你报道。